自2026年1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独一无二的上帝。圣经咱做来听读《申命记》第4章25节到49节。现代第一版圣经《申命记》第4章。恁伫迄个地住真久，生囝传孙，若对了做逐款形状的偶像，做上主恁的上帝看做歹的事，惹伊生气。我今仔日叫天叫地出来作证，控告恁。恁会伫过约旦河得到做产业的地真紧灭亡。恁伫迄个地袂久长，会彻底受消灭。上主会互恁四散伫万族的中间，伫上主赶恁去遐个国，恁剩落来的人真少。伫遐，恁会服侍人的手用柴用石做的神明，因袂看袂听袂食袂闻。毋过，恁伫遐要找上主恁的上帝，若专心专情找伊，就会找到。将来恁拄着即款苦难的时，恁会归向上主恁的上帝，顺服伊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袂放杀恁，袂糟灭恁，嘛袂记得伊立誓甲恁的列祖所立的约。恁查考全世界，对以前就是对上帝创造人类伫世间以来，敢捌有亲像即款的大事发生？恁敢捌听见即款代志？敢有倒一个民族捌听见上帝对海中讲话的声，亲像恁听见，毋过还活地？敢有倒一个神明，亲像上主恁的上帝，对万族的中间竞选一族做家己的子民，佮伸出大气力的手，用灾难、侵略、歧视、战争，伫埃及为着恁做大佮通惊的事。上主安尼对恁显现，互恁知伊是上帝，以外无别个。伊对天，互恁听见伊的声，为着要教示恁；搁伫地上，互恁看到伊的大火，听到伊对火中甲恁讲的话。因为伊疼恁的列祖，所以竞选因的后代，亲身用大权能对埃及带恁出来，对恁的面前将比恁较强大的民族赶出，带恁入去因的地，将即个地赐恁做产业，亲像今仔日安尼。所以今仔日恁着知，着会记得天顶地下只有上主是上帝，以外无别个。我今仔日所命令恁伊的规例甲诫命，恁着遵守，互恁甲恁的后代通得到福气。伫上主恁的上帝赏赐恁做永远产业的地，久长徛起。后来，摩西伫约旦河东边指定3个城，互遐个无冤仇、无迄种误杀人的人，逃走去遐，通保全性命。属路边人的是伫旷野平原的比色；属迦得人的是基列的拉末；属玛西人的是巴珊的哥兰。下面是摩西对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，是摩西伫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，传互因的教示、规例甲命令。伊颁布律法的地点伫约旦河东边，北比尼对面的山谷中，
属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宏的地。摩西甲以色列人出埃及了后，杀死西宏，因占领阿摩利人两个王，西宏甲巴珊王恶伫约旦河东边的地，对阿伦山谷边的阿罗尼直到西连山，就是血门山，以及约旦河东边的阿拉巴地区，直到阿拉巴海，接近比斯加山山骹的地。独一无二的上帝，摩西伫本段会宣讲，就算读者无法度亲临现场，也会当感受到伊的大心气。摩西提醒以色列人毋通拜偶像，若无就袂当踮迦南地定居，甚至用有颜色口吻警告因，会因为安尼被驱散到别国。不过，摩西犹原好喙保证，因为上主恁的上帝是怜悯的上帝，袂放杀恁，袂糟灭恁，嘛袂记得伊立誓甲恁的列祖所立的约。摩西之所以讲到未来，是为着比较回溯上帝捌为因做过的事，进而强调上帝是一位无通比拼的上帝。伊所做的代志，甲一个民族对另外一个国家抢救出来，搁较是前所未闻。摩西进一步提醒，上帝所行的新约，虽然出自听甲竞选，因为伊听伊的列祖，所以竞选因的后代，亲身用大权能对埃及带恁出来。无论过去也是未来，上帝的做代志原则拢袂改变。纵然人会背离上帝，上帝也袂离弃伊所疼的选民。上帝的独一无二，毋但显明伫坚守原则顶面，也表现伫善恶分明的情绪、锐利风行的作为顶面。伊会当拯救、征战，也会当毁灭、惩罚。也因为安尼，真侪人认为，比起阻碍天父的形象，上帝搁较像暴躁易怒的君王。总是甲迄袂当看、袂当听、袂当食、阁袂当闻的偶像相比，这位上帝却展现出鲜活的生命力，亲像日头散发出炎热的火焰的热，互接近伊的人充满气力。我想，这就是摩西伫这段教导以色列人遵行律法的本质，并毋是死板地墨守成规，反倒是用行动回应这位意蔼发言、个性鲜明、行动迅速、手段灵巧的上帝。相款的，咱也需要活出上帝形象，活出信仰的热情。我以前认为上帝充满大受气、嫉妒，上帝满腔热爱，搁心灰意冷。安尼的上帝非常幼稚、凡俗，实在伤过亲像人。若是铁力甲信奉的抽象神明，入侵一切凡人的形象，看起来搁较趋近真相。但是我若体会抽象观念安怎有法度损害性命，就哪会当理解规约中上帝的热情，以及伊所受的锥心痛楚。这是德国神学家摩特曼的体悟，源自第二次世界大战迄时的经历。摩特曼互英国军队俘虏的期间，捌拄到一阵
苏格兰妇女，就算是敌对阵营的受害者，因犹原带饼甲圣经分享予德军俘虏。莫特曼予因的疼心感动，就开始读圣经，重新认捌信仰。咱的上帝独一无二，跟对伊的人必能伫这个世间做光含盐，成做真侪人的帮赞。默想，今仔日的我着安怎活出信仰的火热？今仔日的我着安怎活出信仰的火热？咱来祈祷。上帝啊，求你向我启示你的存在甲真实，通好互我搁较认捌你。愿你亲像烈火，点着我心中的火热，互我的性命无搁再亲像一滩死水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所你身心灵拢永行平安。